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大師傅裝修公司帶大家嚟到觀塘嘅安秀苑。今次呢個單位嘅面積大係280尺，屋主佢嗰個成為1房1廳嘅。而今次呢，我哋採用咗現代嘅極簡風格啦，希望用一種白色同埋灰色嘅元素嚟做主調，營造一種簡約、全屋一致啦、簡潔嘅感覺嘅。嚟到今次嘅工程方面呢，係包括咗全屋嘅地磚、瓷磚金門、新訂造櫥櫃、浴室櫃，仲有包括咗浴屏啦、全屋嘅家私、水電、清潔費、假天花 LED 燈、間房嘅玻璃趟門啦、房間嘅趟門同埋巴士門嘅，合共係232500蚊連工包料費，我哋全部其他附加費用而成為本價。而家等我嚟大打下呢個單位啊！廚房門選用咗玻璃嘅巴士門，而入邊呢，我哋設計咗 L 型嘅櫥櫃，下邊嘅位置留有咗放洗碗機嘅空間，而上方嘅櫥櫃喺兩邊都做咗兩組櫥櫃，增加儲物空間嘅，而中間配搭咗白色嘅雲石面。廁所選用咗磨砂玻璃嘅趟門。而我哋分咗兩個區域，左邊呢就係淋浴空間嘅位置，右邊呢就係櫃身嘅位置。櫃身位置喺左邊做咗個儲物櫃，而喺右邊呢做咗一塊單面鏡嘅。房門選用咗白色玻璃嘅木門，而房間入邊我哋做咗一個4尺嘅油壓床，而呢個位置係留咗放雪櫃嘅空間嘅。浴室門呢一個位置呢，我哋做咗一個鞋櫃嘅，而大門隔籬嘅位置做咗一個儲物櫃連大衣櫃。最特別呢，就係儲物櫃入邊呢，我哋做咗一個收藏式嘅餐台。最後為咗行極簡主義嘅風格，全屋主要用咗白色嚟做主調，配搭咗淺灰色嘅大地磚，咁樣睇起上嚟成間屋就更加一致。